台南是文化古都，孕育了真侪优秀人才。临港国宝陈启川老师长期致力伫咧传统技艺的保存以及贡献，伫功成名就之际，也无忘记咧回馈故乡，提携后进。慷慨关情母校定海国小铜雕作品喜悦，19日的揭幕典礼，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长陈成辉、文化局长叶铁山、观光旅游局长郭正惠以及侪议员、各界贵宾，也拢共同见证这个温馨的时刻。我陈老师，我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功成名就，在艺术上在实务上已经有相当高的地位不仅是人间国宝，而且是传统艺术的传统技艺的保存者这两项殊荣都已经是在台湾至高无上的工艺界、艺术界的最高的殊荣了。但是他还是不忘初心然后除了提携后进晚辈之外，对于雕刻工作者想要投入的晚辈之外，对于我们母校的回馈更是不遗余力。陈启川老师表示，家己就读国小时课业成绩普通，但是伫美术、书法、劳作等课业成绩拢是正赏，所以国小毕业了后，就立下志愿学习雕刻，成为伊一世人的志业，并持续创作至今。那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耐力跟这个能量给我，所以后来我就一直画。那我记得我国小6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恩师廖光德老师，虽然他是教我3年级，但我们都相当的一路来，他都相当的支持我、照顾我。他还特别来跟我讲说：“陈医生，因为你父亲不在了，那你可能假如能上学、升学那是最好；假如不能升学。”那我因为看你图画得很不错，那你也可以去画图，而且也跟我讲说，你也可以去画扛棒，那个就是很真实那个时候的语汇。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讲说，我想去学雕刻。陈启川关键母校作品喜悦，就放伫咧定海国小的校门口，呈现期待翠摇欢喜姿态。伊也毋忘学弟学妹伫未来人生路途中，莫忘记童年时的纯真，并爱定定回想起伫学校的美好时光。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